夜深啦，湖水啱啱滾起第一轉。今日我哋唔講寫書上面嗰啲金光閃閃嘅千秋百業，亦都唔講鐵騎踏破馬里河山嘅豪情。我哋將個眼光放低少少，再放低少少，落到去2000幾年前嗰個硝煙啱啱散去嘅平民百姓嘅院仔入面。公元前221年，場仗終於打完啦。嗰段係漫長都令人絕望嘅歲月啊！我喺呢片土地上足足打咗200幾年，世世代代幾多白頭人送黑頭人，當最後一把帶血嘅青銅劍收翻入劍鞘嗰陣時，全天下嘅老百姓都長長咁唞咗一大口氣，捱過嚟咧，終於唔使再將屋企嘅男丁送上戰場啦。喺楚國嘅舊地，有一位頭髮花白嘅老儒生，佢戰意咁在窗前破開咗一塊草地嘅舊麥，攤開一卷泛黃嘅竹簡，粒孫仔伏喺佢膝頭哥上面，老人家正捉住孫仔自首，特別啊，咁教佢寫楚國字，教佢唱楚詞入面嘅古調，嗰啲係佢寫咗一世人嘅字。橫豎撇捺入面，藏住楚地連綿嘅山水，藏住祖祖輩輩嘅根。佢以為只要交齊稅，只要順從咗坐喺咸陽宮入面嗰位新帝王，日子將可以就住咁捱落去。亡國路就亡國路啦，點都好，一家人條命總算保住咗。但係一道冷冰冰嘅政令，順住亦都傳遍咗天下嘅每一個角落。嗰道政令後世史書上面只係留低咗輕描淡寫嘅4個字：書同文。我想而知喺當時呢4個輕飄飄嘅字，佢好似一把睇唔見嘅大鐵錘，狠狠咁打碎咗手千上萬個讀書人嘅脊梁骨。老人家望住軟拿貼出嚟嘅告示，上面寫滿咗整齊位啊，冰冷生冷嘅秦國小說。嗰一刻，佢眼入面嗰道光，佢喺底熄滅咗。佢顫抖住咁翻到屋企，將孫仔啱啱寫好嘅竹簡一塊一塊咁抌入去火盆入面，火光映照住佢布滿皺紋嘅面。佢摸住孫仔個頭渾濁嘅眼淚滴落喺灰燼入面，過咗大半日先至別到一句話出嚟：細路忘記佢啦，以後我哋寫嘅字要為禁品。你可以體會到嗰種好似滅頂之災一樣嘅窒息感嗎？嗰種唔係冇飯食冇衫着，而係你讀咗一世嘅書，信奉咗一世嘅禮義廉恥，呢夜之間全部變成咗廢字。嗰個係你賴以生存嘅文化根基，俾人連根拔起，連家鄉嘅文字都變成咗罪過。你連自己係個咩人都快要講唔清楚啦。好多人鬧秦始皇狂妄，當佢焚書坑儒係一個毀滅文化嘅暴君。但係各位朋友，我哋跳出書本上面嗰啲道德評判，你去睇下嗰個企喺權力最高處嘅男人，你以為佢真係淨係喺度發洩生利者嘅傲慢？唔係，佢係恐懼，係一種深入骨髓嘅焦慮。秦始皇太清楚呢片土地上嘅歷史慣性啦。過去嘅800年入面，周天子分封天下，各國講住唔同嘅話，寫住唔同嘅字，連心跳嘅節奏都唔喺同一個拍子上面。你寫咗國字，佢寫齊國字，大家就永遠覺得對方係異族。只要嗰份楚國嘅竹簡仲喺度，只要嗰首齊國嘅舊歌仲有人唱，佢啲六國遺民嘅心入面就永遠會留低一粒名叫復國嘅火種。文化就係最堅固嘅地域堡壘，文字爬在隱蔽嘅戰旗。老儒生嘅眼淚，秦始皇睇唔見咩？佢睇得見，但佢更加清楚，如果任由呢啲文化壁壘存在，唔使幾年，當中央嘅控制力稍微鬆懈少少，呢片啱啱止住血嘅土地，立刻又會陷入無休止嘅廝殺。到嗰時流嘅血，就唔止係基盤火入面嘅灰燼咁簡單啦。所以佢化身成歷史上最無情、最極端嘅操盤手。佢唔識背負千古罵名，都要強行將呢片土地曾經嘅印記徹底抹平。佢要打碎所有嘅文化隔閡，掹走所有人心理上嗰幅無形城牆。佢唔要啲咩百花齊放嘅繁榮，更加唔要咩諸侯並存嘅舊夢。佢係用緊一重近乎殘酷嘅鐵腕，話俾呢片土地上所有人知，從今以後，唔理你哋心入面有幾委屈，有幾痛，你哋只可以寫同一重字，只可以認同一重法，因為只有咁樣，佢哋嘅子孫後代先至唔會因為一句聽唔明嘅方言，一個唔認得嘅文字，再次拔刀相向。喺嗰盞微弱嘅油燈之下，老儒生只可以吞落時代車輪剪嗰時嘅苦水，眼巴巴望住故鄉化為灰燼。而遠在千里之外嘅咸陽宮入面，嗰個贏得天下嘅帝王，亦都正獨自一人
面對住比整個天下仲要沉重漫長而孤獨嘅黑夜，睇見沿路餘生不下嘅舊物，我哋再推開另一扇半掩半開嘅門，去聽下2000幾年前市井街巷傳出嚟嗰一陣沉悶嘅鋸木聲。嗰陣係公元前221年嘅深秋，風入面已經帶咗啲刺骨嘅寒意。喺原先坐過或者齊過嘅地界上，一個行咗大半世單幫嘅老客商，正踎喺自己院仔度，手裏緊緊握住一把鈍鋸，對眼紅晒咁望住眼前嗰架陪咗自己半生嘅牛車，汗水溝埋眼淚，噼嗒噼嗒咁滴落嚟。佢咬實牙根，一下又一下親手鋸斷咗嗰條結實嘅車軸，木屑橫飛。鋸斷嘅邊度係木頭啊？嗰個係佢一家大細揾食嘅家生，係佢大半世人嘅心血。佢心入面恨啊，點可以唔恨呢？天下嘅老百姓就好似呢個時代洪流入面嘅螻蟻，上面一道輕飄飄嘅政令，車同軌落到尋常百姓噶，在天崩地塌嘅折騰，我哋現代人可能好難理解。唔係就統一下車轆嘅間距咩？使唔使咁痛苦？你試想下，喺嗰個連出寺院門都要行上10日8日嘅年代，個諸侯國為咗防備鄰國打過嚟，係特登將啲路收得闊窄不一嘅。你嘅戰車如果咁開入我嘅地界，車轆就會死死咁卡喺路溝入面。點會難啊？呢種唔通脹喺過去幾百年入面，就係大家心目中最大嘅安全感。嗰條係我哋楚國人嘅路，嗰條係我哋齊國人嘅道，閂埋門，各自過各自嘅日子。但而家咸陽宮入面嗰位君王，唔單止燒咗佢哋嘅書，廢咗佢哋嘅字，仲要打碎佢哋家門口嘅最後一道藩呢。佢下令全天下嘅車軸必須一處一分都唔差得，全天下嘅官道必須收到一樣咁闊落。到黑商鋸斷車軸嗰一氣，心入面係茫然嘅，更加係恐懼嘅。佢唔識咩天下大勢，佢只係知自己屋企福院牆壁啊，拆咗外面啲風，咁涼冷收咁灌晒入嚟。但係如果我哋順住歷史嘅長河向前行多2步，再回頭睇下嗰個下低呢度冰冷正氣嘅男人，或者我哋會多出一分無奈嘅理解。秦始皇狂唔狂咩？可能係啦，但佢更加似一個嚴厲到極之，甚至有啲唔近人情嘅阿爸。呢片土地喺過去嘅幾百年入面，就好似幾個打到頭破血流雙陽嘅細路，哪怕而家表面上被人撳低頭認咗錯，但只要嗰啲闊窄不一嘅道路仲喺度，只要嗰份你過唔嚟，我都過唔去嘅僥倖心未仲喺度。遲早有一日，佢哋又會為咗爭奪少少地盤，重新立起刀槍。秦始皇太清楚人性嘅弱點，亦太明白權力嘅脆弱啦。佢唔要呢種貌合神離嘅妥協，佢要將呢片大地上7個互相防備、互唔干涉嘅孤島生生咁砸碎，融合成一個龐大嘅血脈相連嘅軀體。佢要令大秦嘅鐵騎喺發現叛亂嘅當日，就可以順住統一嘅馳道潮花直至。佢要令北方嘅皮毛、南方嘅稻米，冇任何阻礙咁喺全天下流通。呢種係一從物理層面上嘅抽筋拔骨，佢將全天下人嘅骨頭打碎咗，強行列埋一齊。喺呢個過程入面，老百姓苦唔苦？太苦啦！嗰啲親手鋸斷嘅車軸，嗰啲被逼黐開故土去修路、修長城嘅民夫，嗰啲喺深夜入面偷偷浸下嘅眼淚，全部都係呢場巨大變革入面流米一般嘅身不由己。秦始皇聽唔到呢啲咒罵咩？佢聽得到，但佢唔在乎。佢寧願令天下人而家恨佢入骨，佢絕唔允許呢片土地喺將來再次陷入4分5裂嘅深淵。佢就係咁孤獨咁做，喺王座上冷眼望住天下人喺痛苦入面掙扎、破裂、再融合。佢親手縫合咗呢片大地嘅傷口，用嘅係全天下百姓嘅血淚同埋恩人。當第一架按住新規矩打造嘅馬車順住平坦嘅馳道，由咸陽一路毫無阻礙咁駛入楚地，駛入齊魯大地嗰陣時，舊嘅時代就真係結束啦。從此以後，再都冇咩楚國人、齊國人呢片廣袤土地上嘅人們被強行捆綁埋一齊，只可以共享命運、共擔風雨。只不過歷史豐碑嘅背後，永遠都係嗰啲無法決定自己命運嘅微塵。路客商換上咗新嘅車軸，趕住馬車行上咗陌生嘅新路，車輪滾滾向前展過咗故鄉嘅最後一點影子，佢都冇翻過頭。車切同埋文字嘅痛，嗰個係老百姓嘅痛。但如果我哋將眼光
重新望返去嗰座高高在上嘅咸陽宮，佢會發現喺嗰個決定天下最終走向嘅十字路口，嗰位睇落擁有一切嘅始皇帝，比任何一個失去車軸嘅老龍仲要孤獨。公元前221年嘅某一日，咸陽宮嘅大殿入面正進行緊一場決定後世2000年命運嘅爭吵。天下打落嚟啦，江山一統啦，跟住落嚟要咩做？按照老祖宗幾百年嘅規矩，按照我哋普通人最樸素嘅想法，咁當然係分家產啦。你諗下，我哋呢一世人搏晒命咁儲落少少基業，貪圖啲咩？唔係就係為咗令人孫啲日子過得好少少，俾大仔分層樓，俾兒仔留塊地咩？歷朝歷代打江山唔係就係為咗做江山咩？當時嘅丞相王绾代表住滿朝文武，甚至代表住散鬱大臣宗室嘅心聲。佢正義爺咁行出嚟，同始皇帝講：陛下，燕國、齊國、楚國嗰啲地方實在太遠啦。如果你唔將啲王子分封過去做大王，嗰啲地方根本就唔住啊！氣番話聽落幾順意，幾有道理啊！滿朝文武紛紛點頭，係咯，老蠢家流咗咁多血，而家終於做咗天下嘅主人，俾自己嘅親生骨肉分封領地，等佢哋世世代代享受榮華富貴，邊個可以講過唔遲呢？呢個對於秦始皇嚟講係一個極其巨大嘅誘惑，只要佢點一下頭，佢唔單止係千古一帝，更加係一個鼻子孫後代咁樣帶得嘅好爸爸、好祖宗。但係秦始皇冇點頭，喺嗰一片附和聲入面，廷尉李斯冷冷咁企咗出嚟，佢講咗一句驚世駭俗嘅話。佢話當年周文王、周武王分封嘅子弟仲少咩？但結果係點？過咗幾代人，血緣淡咗。佢中伏嘅親戚變成咗仇人，為咗爭奪地盤互相攻殺，天下大亂，邊個管得住？大殿入邊寫一般嘅寂靜，秦始皇坐喺高高嘅王座上，眼光掃過嗰啲滿眼貪婪同埋期盼嘅王公貴族，最終佢攀灣而起，史書上記低咗佢嗰種如泰山嘅話：天下共苦戰鬥不休。呢一行話咩意思呢？佢話天下老百姓點解受咗咁多年嘅苦？就係因為有呢啲諸侯王，我今日好唔容易先將天下打平，如果再將自己啲仔分封出去，咁咪即係親手製造未來嘅戰亂。於是秦始皇做出咗一個為背祖宗，亦為背人性嘅驚天決定，廢除分封制，實行郡縣制。呢個心要幾狠先得？佢將辛辛苦苦打落嚟嘅家天下，硬生生咁變成咗公天下。佢一寸土地都冇分俾自己嘅親生仔。從今以後，嗰啲太朝廷治理地方嘅，唔再係世襲罔太高高在上嘅貴族，而係隨時可以俾一紙照書調運撤職嘅流官。俾你嚟管呢片地，你只係一個攞朝廷服務嘅差爺，叫你走你就要乖乖咁交翻個印綬出嚟。我哋今日嘅人或者覺得郡縣制理所當然，但你如果將自己放喺2000幾年前嘅咸陽宮入面，你就知呢個需要幾咁駭人嘅魄力同埋決絕。佢唔單止拉奪咗6國貴族嘅特權，佢連自己屋企人嘅特權都一並切奪埋。你可以想象當時嗰啲大秦宗室，嗰啲王子望住佢嘅眼神咩？嗰仲係幾咁唔解，幾咁怨恨啊！喺佢哋心目中，呢個六親不認嘅老豆，簡直就係一個徹頭徹尾嘅瘋子。但秦始皇在乎咩？佢睇清楚啦，靠血緣維持嘅權利，始終係靠唔住嘅。第一代人可能仲會念及骨肉親情，但到咗第3代、第4代呢，一旦中央衰弱，地方必定再打幾百年嘅戰火，就會再次點燃老百姓，又要重新陷入家破人亡嘅輪迴。佢寧願令自己背負喺薄寡人嘅罵名，寧願令自己嘅人孫室去世襲嘅封地，都要親手斬斷嗰條可能令帝國分崩離析嘅人事。陀真龍耳，高不可攀，卻又寒冷刺骨。秦始皇就喺嗰度將全天下嘅權力，甚至千里之外一個小御史嘅生殺大權，都死死咁握喺自己手裏面。佢放住天下人，放住6國為民，甚至防住自己嘅骨肉至親。為咗換取一個再無諸侯國居、再無戰火連綿嘅萬世太平呢個嚴苛嘅老豆，賭上咗所有嘅親情同埋身後名，將自己活成咗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嘅孤家寡人。秦孫始終不如天孫，嗰位自詡為始皇帝，妄圖令大秦帝國傳之萬世嘅孤獨君王，最終都捱唔過歲月嘅侵蝕。公元前210年，滾滾黃沙入面，
一支龐大而沉默嘅車隊正喺度艱難咁跋涉。嗰次係秦始皇最後一次巡遊，喺嗰個名叫沙丘嘅偏遠之地，49歲嘅佢永遠咁閉上咗眼睛。你諗下，嗰一幕係幾咁蒼涼。生前佢用鐵腕捏合咗天下，一句話就可以令千千萬萬人伸手而長。但死後呢，為咗掩蓋屍體腐爛嘅氣味，隨行嘅趙高同李斯竟然喺車廂入面塞滿晒發臭嘅鹹魚。千古一帝嘅最後一段路，係喺令人作嘔嘅魚腥味入面，溝埋權臣嘅陰謀同背叛，搖搖晃晃咁行完嘅。而嘛，佢生前死死咁防備住天下人，佢偏偏防住自己身邊最親近嘅臣子同埋親生仔。佢一死，嗰個被佢強行用鎖鏈捆綁埋一齊嘅龐大帝國，瞬間就崩塌啦。被壓抑得太耐嘅六國遺民，好似火山一樣爆發出嚟。喺呢場推翻大秦嘅洪流入面，衝喺最前面嘅係左國教貴族嘅後代，嗰個力拔山兮氣蓋世嘅項羽。項羽帶着滿腔嘅仇恨踏入咗咸陽，佢做嘅第一件事就係放咗一把大火。嗰場大火啊，足足燒咗3個月，將秦始皇耗盡心血修建嘅阿房宮，將大秦歷代君王主落嘅基業燒成咗一片平地。喺熊熊火光入面，項羽覺得自己終於替祖祖輩輩報咗仇。佢天真咁以為，只要將代表大秦嘅一切都燒毀，只要將嗰個叫嬴政嘅男人留低嘅痕跡都抹走，時代就可以倒退翻轉頭。於是佢大封天下，一口氣封咗18路諸侯。佢要將歷史嘅指針狠狠咁撥翻去春秋戰國嗰個佢魂牽夢繞嘅貴族時代。大家各回各家，各揾各媽，繼續做犯錯國人、齊國人、趙國人，閂埋門做大門。幾好啊！但係歷史嘅巨輪一旦光隆隆咁剪過，邊個又可以真係令佢到轉頭呢？項羽睇唔透命運嘅殘酷，佢分封諸侯唔夠4年，天下再次大亂。嗰啲分到土地嘅王侯將相，為咗更大嘅利益，又開始咗互相攻殺。呢個咪正正就係當年李斯喺咸陽宮入面預言過嘅場景。項羽自己亦都喺呢場時代嘅絞肉機入面，悲慘咁自刎於烏江，到時代嘅幻夢徹底碎晒。而最終收拾呢個萬里殘局嘅係一個出身市井嘅草根劉邦。劉邦呢個人好有意思，佢早年服徭役嗰陣，見到秦始皇出巡嘅威儀，都曾經絕口而出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但到佢起兵反秦嗰陣，把口又將秦始皇嘅嚴刑峻法鬧到體無完膚。佢拉攏人心嗰陣，亦都曾經許諾過要俾大家分封土地。但係當項羽敗亡，當劉邦真係坐上嗰個至高無上嘅皇位，住呢片滿目瘡痍嘅江山嗰陣，佢嘅身體卻做出咗最誠實嘅選擇。佢冇將天下全部拆分，而係靜靜咁坐喺長安城嘅未央宮入面，攞起咗秦始皇留低嘅嗰本規矩，除咗迫於無奈分封咗幾個異姓王，後來又被佢一一剿滅。大漢王朝嘅根基依然係郡縣制，依然係書同文，依然係車同軌。後世史學家將呢個呢做漢承秦制，呢個係幾咁巨大嘅歷史諷刺，又係幾咁深沉嘅宿命啊！你鬧佢殘暴，你推翻咗佢嘅統治，你打碎咗佢嘅神像，但當你想長治久安，當你想治理呢片廣袤嘅土地嗰陣，你卻發現你根本繞唔開佢設定嘅嗰套底層代碼。係咪喺過去嘅10幾年入面，雖然老百姓苦不堪言，雖然六國貴族恨之入骨，但喺物理層面同制度層面上，秦始皇已經硬生生咁將一個名叫中國嘅模具死死咁插入咗呢片大地嘅深處。大家行住一樣咁闊嘅道路，寫住一樣嘅文字，用住一樣嘅度量衡，嗰從天下本來就應該係一體嘅潛意識，已經喺戰火同鮮血嘅澆灌之下，悄悄咁長成咗參天大樹。項羽嘅大火燒得甩阿房宮嘅雕梁畫棟，卻燒唔甩呢套深深烙印喺中華文明骨血入面嘅出漢設定。從嗰陣時開始，無論係漢族建立嘅王朝，定係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呢邊土地上所有嘢深加嘅終極夢想，都唔再各居一方做個諸侯王。佢哋心心念念嘅全部都係一統天下嗰個孤等咁些沙丘嘅嚴苛老等，始終係贏咗佢用自己家族嘅覆滅，
用萬世嘅罵名俾呢片曾經四分五裂嘅土地，留低咗一個永遠無法被真正打碎嘅整體概念。千古同悲嘅命運入面，我哋所有人都變成咗佢嗰盤大棋入面，永遠無法抽身嘅一子棋子。壺入面嘅水添完又續呢陣時茶味都應該淡啦。我哋將眼光由2000幾年前嘅咸陽宮收翻到我哋眼前嘅呢盞台燈之下。其實講咗半日秦始皇，講咗半日大時代嘅巨輪，你仔細踏落呢啲歷史啊，邊度係寫喺書本上面嘅枯燥文字？佢咪就係我哋每個人嘅一世人。我哋呢一代人大半生行過嚟，經過又唔係喺大時代嘅變遷入面經歷過一次又一次嘅強行格式化呢？你諗下20-30年前嗰晚突然接到通知，做咗半世人嘅鐵飯碗話，急就集嗰個漢嗰個車間，一夜之間變成咗翻唔去嘅昨天。再諗下家鄉嗰條合埋眼都可以行過來回嘅老街，寶華樹下嘅青石板，隨住推土機嘅一聲轟鳴，變成咗機張冷冰冰嘅圖紙同一串樓層號碼。仲有啊，我哋慳埋將啲仔女送出大山，送入大城市，到咗晚年卻只可以喺呢間空蕩蕩嘅屋入面對住一部細細嘅手機，聽下佢哋係千里之外嘅聲音。嗰陣時嘅我哋咪又係好似當年嗰個被逼燒毀草焗捉緊嘅老魚生，咪又係好似嗰個流住眼淚親手鋸斷自家車軸嘅老客商，心入面怨啊痛啊唔解啊，總係覺得呢個世道點解咁無情，憑咩將我哋安穩嘅日子生生撕裂？但係今日當我哋兩鬢斑白坐喺搖椅上再回過頭去睇咧，嗰啲當年令我哋痛到夜不能寐嘅傷口，嗰啲令我哋覺得天都要塌落嚟嘅巨變，最終咪又係結成咗另一重果實，落咗江逼住我哋學識新本事，喺泥濘入面踩出咗一條生路。老屋冇咗，佢令仔女住入咗寬敞明亮嘅高樓，人女遠走他鄉。雖然我哋膝下冷清，但佢哋卻喺更廣闊嘅天地入面扎下咗更深嘅根。時代嘅車輪輾過，從來都唔會同邊粒石仔打招呼。歷史嘅每一次大江大河改道，落喺我哋普通人身上，都係一座大山。但係亦即係喺呢一次又一次嘅比較釋放入面，我哋呢一代人練就咗最堅韌嘅骨血。我哋吞落咗所有嘅委屈，拍拍身上嘅灰塵，硬係將破碎嘅生活重新縫補成而家嘅模樣。呢個又何嘗唔係一種了不起嘅堅忍？千古一帝嘅鴻圖霸業也好，小人馬嘅身不由己也好，最終都會化作歷史長河入面嘅一聲嘆息。秦始皇帶着佢嘅孤獨沉睡咗2000年，佢留低咗嗰個名叫中國嘅模具，而我哋喺呢個大大嘅模具入面過住自己細細嘅真實嘅有血有肉嘅日子。所以啊，老朋友們，如果而家嘅你仲為咗過去嘅某次失去而耿耿於懷，仲為咗人類喺身邊而黯然神傷，仲為咗生活入面嗰啲突如其來嘅改變而焦慮不安，聽完今晚嘅故事，我哋係咪可以試下放低啦？葉立生命入面嗰啲不由分說嘅改變啊，因為嗰啲曾經痛徹心扉嘅失去，其實都係歲月喺度幫我哋重裝系統。夜深啊，外面啲風都應該停啦，喺呢邊唔再分裂安穩厚重嘅土地上，我哋咩都唔使去諗啦，將心入面個包袱揼低佢，踏踏實實咁合埋眼瞓個好覺。晚安，各位。